當你真係對得上嗰類型嘅物種嘅電波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好快可以好熟習到佢哋唔同方面嘅知識。咁我最中意嘅物種就係蜻蜓。個個都講 community， 我嘅 community 係一班生態人，不斷做環境教育，希望改變香港嘅生態環境。大眾成日都覺得昆蟲係一啲低等啊或者核突嘅生物，呢隻咧叫黑氏小春蜓，國際啦係一種瀕危物種。咁我哋好希望咧改善佢哋嘅睇法。水生昆蟲咧，佢哋係環境嘅指標。咁譬如話水錢呢一種物種咧，要水好清先會見得到佢哋嘅。當初出版呢個水生甲蟲圖鑑嘅時候，花費咗好多氣力啦，係揾翻一隻相隔5年再度俾人發現嘅水口水鷹甲。咁佢哋係非常之細，細到芝麻。其實我哋生態人成日做一啲討論咧，都有時候難啲去突破到去到公眾嘅層面上。所以其實我選擇做教育，投資呢個未來咧，等到下一代可以有佢哋嘅能力發揮嘅空間咧，去改變翻個社會。